為慶祝天主教澳門教區成立450週年，天主教澳門教區聯同天主教學校聯會合辦，教區天主教教育委員會承辦嘅天主教學校教職員男女混合排球友誼賽，先後喺1月下旬舉行，共有嚟自全澳12所天主教學校嘅教職員組隊參與。開幕禮喺1月24日舉行，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牧李斌生主教以及一眾嘉賓出席。李主教喺開幕致辭嘅時候提到，教會就係因為有一批勇敢嘅傳教士，透過自律與努力不懈嘅堅持，一直奮鬥，澳門教區同澳門社會一齊走過450年嘅日子。老師們今日透過體育比賽，除咗強身健體、磨練鬥志，亦向同學們樹立咗自律同努力不懈嘅榜樣。今次比賽一共有12所天主教學校嘅教職員組隊參賽，比賽分2週進行。4強隊伍1月31日於聖若瑟教區中學第6校室內體育館進行4強總決賽，頒獎禮於同日晚上舉行。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牧李斌生主教、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學生廳李艷琪處長、教區天主教教育委員會戴祖義委員以及一眾嘉賓出席。李主教致辭嘅時候提到，教區除咗重視教師們嘅工作之餘，亦關心各教師嘅身心健康，希望透過今次活動向各老師們提供聯誼嘅機會。會上進行頒獎儀式，今次比賽嘅殿軍係利瑪竇中學，季軍係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亞軍為聖若瑟教區中學第6校，冠軍由聖若瑟教區中學第5校奪得。大會表示，呢一次活動唔單止讓教職員喺繁忙工作之餘放鬆身心，更透過體育傳遞健康積極嘅生活態度，彰顯天主教學校大家庭嘅強大凝聚力。喺分享勝利喜悅嘅同時，亦為教區成立450週年獻上祝福。